这个我会把我的花或者一些素描，就直接会挂在上面，对，然后带有某一种弧形，对，啊，从上面看得到，还是里面没有？所以要放这边吗？不是，就是等一下还会有木工会进来。这样，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对，等一下有压缩，然后到时候请那个木工多立一角在这里。嗯。那我要先确认那个距离。Bonjour, je m'appelle Margot Guillemot et je suis française. C'est mon mari, Jason. Je vis à Taïwan depuis 2016 et nous nous sommes rencontrés aux Beaux-Arts en France. Nous avons décidé de déménager à Taïwan donc en 2016. Aujourd'hui, nous sommes tous les deux artistes et nous vivons à Taoyuan avec notre fils et bientôt avec notre fille. 这个帆布很大，对，帆布小。来，喂，那要怎么把它弄平？糟糕。还是我们斜一点？也可以啊，可以斜一点。人会从这边进来吗？这比较主要是从人是从这边进来，但是其实这边我们也，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这个就变成基本上是像这一面这样。对不可以。要看觉得要放在，对啊，然后也有像这样，要放到这边还有在一棵树，就这样，哦，那够了，那 OK， 我觉得这样很 OK。好，然后他的作品也比较适合啊，那没关系啊，这个计划主要是一个公共艺术计划，然后它是台北市都发局他们发起的一个公共艺术计划，然后是由水谷艺术来承接。主要是我们现在要先确认一下，就是这个空间的环境，它要怎么样去把它布置起来。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今天第一天来，所以说有很多空间是跟原本不太一样，所以说预想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到现场就要去调整作品的摆放的位置，然后如何跟这个空间环境做一个连接，这样子。然后让整个动线可以更流畅一些。对，就现在就刚好正在把这一些素描的就先摆放上去了。我先不把那个缩膜，先不会把缩膜拆掉，还是可能会有灰尘。大概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画了，然后大概一天就好几个小时。那我这个计划是关于文化这个接近的某一种状态，跟文化的一些变化，跟平常生活的一个观察。其实有现场的，也有骨骼接近的。因为骨骼接近有一个好处是，也有一种可以回去时间，因为它2023、2022都有拍嘛，可是它也有拍2008的，所以也有一种方式，也是看到文化的某一些变化。有一种的确是。我画这个东西的时候，会发现，在台湾做比在法国做会有趣多了，因为我有在法国做这些创作，但是法国的路上就比较没有生活，所以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啊，好像有一个东西值得画。因为你画大楼，你就画一个、两个，就会觉得 OK 差不多了。可是现在有一些大改变正在发生，现在可能外面的人会进来的比较多，有可能，所以捷运站的那些周围已经很多大楼已经拱起来了，然后等待被拆。所以我长大的地方是很少，就是人口很少的地方，大概50个人而已。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在那边干嘛？是谁？会有这种情况。在文化的一些区基本上有这种感觉会出现。对。16、17、18、19、20，他负责画，然后我负责嘴。没有啦，开玩笑的。我
就是在整个空间中要提一些意见，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组合起来。这个主要是 Margo 的作品。那另外一边接下来会摆放的是有关于民众小朋友他们如何去画地图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去探索这个城市的多元的面貌。鞠躬峰啊，你应该先用洗写在上面。对啊，但是这个那时候还没，我可以现在写啊。来不及了。蛮长的。多少都会。艺术家就是意见比较多嘛，所以吵架难免。我第一次来台湾，应该是刚好满10年了，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13年的时候，然后就刚好过年到2014年，我们认识了大概1年多左右，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台湾来就是旅行，所以他给我看一些不同的地方。的确是第一次来亚洲，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国家，大家讲话的时候是我完全没办法，我完全听不懂的状态。所以很多后面我发展的作品，其实我发现，好像是因为来台湾这个经验才发展出来。这个是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最近都在忙学校的事情。OK。这一位是一个朋友艺术家，然后他叫梁景宇，然后我们也算认识了蛮久，因为大概应该是2017年认识的吧。那时候学生在北投的中心青春工作，然后有邀请他参与个展览，然后因为他的主题也蛮符合，就是那时候展览的主题就邀请他了。对，他们的计划其实1年多就在万华这边的计划，从工作坊，然后到后来的呈现，就是都会注意这样。那今天有时間就刚好过来。其实大家都很忙，然后彼此之间呢，能够见到的机会其实没有很多。对，那他这次来真的很开心。因为说实在的，艺术家虽然自己在自己工作室就是闷在里面工作，其实我们很少去外面透气。对。也是对。就还是偶尔要出来跟艺术家朋友聊一下，吃饭。然后像后面的这些作品也是。对，就是我们把这个展览的一个主题基本上当成蛮重要的一个点。所以那时候是请。差不多4、5年前的时间，在中辣街片有做一个艺术的展览了，那就认识了杰森跟山兰这样子，同期中的关系的同好啦，平常有展览有开幕都会一起来这样子。感觉做艺术本来就懂辛苦尤其外国人来台湾那片做在语言在生活在环境上，其实都要去适应，很懂辛苦所以都会比较简单的一些线条对，然后之类的。但是所以其实后来发现跟 Margo 那个作品比起来，它有一种相互对话的感觉。对，而且视觉上空间上对。今天的布展终于结束了，一切都还蛮顺利的啦，比我们预期还要提早结束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回家，希望疫情不要塞车。回来了。对啊。就比较早结束今天比较快。露露嘞？几岁啊？哇，几点睡啊？2点多，差不多了，快起。露露要起床了。露露，露露起床了。你睡饱了吗？哇，有睡很饱吗？有吗？哇，我要醒来了。起
起来喽，耶！还是阿妈抱你起来？我呢？阿妈抱 ，OK， 好，来呀，哇，要做运动啊？你是要跌下去吗？妈妈抱抱。哎呀，还要抱抱哦，哇塞，好，我去找爸爸妈妈喽。阿公抱一下好不好？不要还是妈妈抱？回来了，啊，妈妈回来了。哇，可以看书吗？好，可以。好，可以那你坐着，我们来看一下书。等一下，你坐好。就是最喜欢吃这一家了。一般的话，妈妈是煮中餐嘛，她那个就是那么西式一点。莫山南就是法式的，山南也喜欢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品相很多。外带。小灰象，这个可以吗？可以吗？小灰象的尾巴，对，好可爱的尾巴。结果小老鼠跑到大灰象这边来了，结果小灰象也被小老鼠吓到了，对吧？妈妈，打开。打开，好，回来了。露露吃饭喽，露露，我们来吃饭好不好？阿公买你爱吃的哦。那我们来吃饭好不好？因为毕竟都住在旁边，所以一次梳理还比较快。对，比较热闹又比较快，比较有效率。因为我们最近可能比较忙，所以我们还蛮常晚回来，所以我就比较少煮最近。大家的喜欢的东西每天都变了，代表说煮雪糕的是很喜欢的，但有时候就不想吃。这里，是不是看？哇，你好厉害！哇哇，好，好不？来这里，你的皮蛋，喜欢吃皮蛋。差不多，目前啊，这阶段是哪？就拍大片。拜拜。总算可以放轻松了。哇，今天天气很好哎，对吗？因为我们有小孩，然后我们的生活状态常常会跑很多地方，比较难带，所以常常会跟阿妈在一起，在家里或者在桃园周边去走走。去散步好不好？喂，哦，飞机，哇，好高，还要坐飞机。好啊，好啊，我们在还巴士，还要搭飞机。你会拜拜吗？哦，你会吗？好，拜拜拜拜，去拜拜。好，到前面这边，好，可以拜拜手拜拜。你会拜拜吗？好，这里就好了，这里就好了，不要再过去了。过来，你要许愿了，眼睛要闭上是吗？啊，好了吗？我觉得自己的孙子，台湾的第一个孙子。也是的，也是骄傲，因为有时候我们带出去哦，说啊好可爱哦，小孩子好可爱，对，好可爱。其实每个父母的眼中，自己的小孩都很可爱。对。只是说人家讲我们就好高兴了。我大概客家的血统大概有1/8啦，因为我外公呢是客家人，外婆是本省人，我妈从小就给人家就是说。像是领养啦，给人家当小孩子去了，他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从小也不会讲。我是在桃园
后火车站那边出生的，对，都在那边。要累了吗？露露累了吗？今天就是刚好，因为我们万华展览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已经布完展了，所以现在可以开始我们接下的2档展览的一些工程。等一下先把东西真装好，然后我去装空气枪，那你把那个我是你的那摄影的个，部分弄。好的。 1楼是铁工厂，那1楼他们是做刀具的。对，我们这个工作室是在一个工厂，然后我们是跟他们租部分的空间，所以我们的空间就分2边，所以主要的一个地方是这一边，比较算是我们的办公室空间，就是比方说要开会或者有别人开会，我们可能会在这附近可以去做啊，或者要吃饭、喝咖啡、休息一下，或者要报告，有一台电视也可以报告，或者给每个人去看一些想法。最近我的工作状态比较会是在我们这里的办公室的外面，因为学生在磨很多木头，所以会制造的灰尘也不少。是因为怀孕的关系，所以我也没办法，可能洗太多灰尘。Hello， 你今天有来？哦，马哥，你今天来忙？对，今天来了。然后今天要忙什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忙那个地球仪的，我们要改建它。啊，那个我很喜欢呢。那会破坏掉原本那个吗？到时候可以再补土，然后重新把金箔贴上去，就看不到了。OK。这一位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然后也是刚介绍我们也是有这个空间，然后就给我们的。没有很开心你们来这个空间，对，让我们可以比较就是有点文艺气息。对，其实一开始他们很低调，我不知道他们是艺术家，然后后来才发现，哇，他们原来是非常投入的艺术家，就是还不是随便乱玩的这样。然后他们的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位是这工厂的业务助理，叫玉婷。他们会跟我借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就会支援他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我们会跟他借一些东西呀，然后支援我看我这边会用到的一些包装的部分。你们现在要用吗？对啊，对，想说跟你拿。好 ，OK， 不好意思，因为我稍等一下。好啊，好。谢谢你，谢谢。他们有时候会装一些小的零件啊，所以有可能会用到这些。来了啊！你在做什么？在修一些坏掉的那些模型，有一些坏掉了。是哦，对，是塑胶的吗？这个算是树脂，这个用3D 列印。哇，好厉害哦！可乐基时间就是很认真，动眼静眼睛啊，工作啊嘛都是很动意睛啊，都想爱客家音的本色啊音的。佢嘅声音按细，还有一张。太多时，我会分享本机啦，一些育儿的经验啊，让小孩子莫讲挺辛苦安因。现在多大了？现在7个多月了。7个多月。对。现在小朋友会不会一直都黏着你？有一点点，在车上会想我抱。是啊，那你不会这样不舒服吗？是还好啦，就还是就只能这样嘛，也不能对，也不能放弃他。是哦，前几个月还是回来工作室啊，对，所以有可能还是会忙到生之前，真的差不多。可是就是现在工作的东西会比较安静啦。就是我们去谈那些神话或比较文献的那一块，或者比较文学那一块，用这个还蛮适合，因为那个模糊那个想象力比较有办法展现出来。就是这边的空间就变成是这里是。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想说就是台湾是不是比法国，或是法国比台湾还就是有艺术气氛的一个地方。我们主要是我自己的想法，也是因为对台湾很好奇，再加上我那时候的很多作品。也是因为
因为来台湾这个经验而产生的，所以想说，是不是我来这里搬到这里来，其实也是会继续影响到我的创作，跟影响到我的就是未来。其实一直跟我说啊，我住桃园啊，我住乡下，然后来这里，我觉得你的乡下的定义跟我的乡下的定义可能不一样。然后会有一些好玩的点，就是哇，东西好多。然后饮料好喝，东西都好吃，然后在桃园这还好，但是一台北去就是有一种压迫感，人到处都很多，可能那个 shock 比较不是来自一个那么就是一个法国台湾的差别，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因为我在法国是在法国可能南部，也不是一个首都，在台湾比较难适应，尤其是新北市，可能开车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说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杰森常常会闹我说啊，你开车，你在法国常常说你很喜欢开车，那你就开车嘛，然后说我在法国喜欢开车啊，但是单纯啊，我这里开车右边、左边。你在新北市，你跟我说我要去右边，有3个右边，我可以去往上、往下，往你右一点，也往左一点，这个太多了，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对这种压力。他们认识很久了，那时候他们就是同学嘛，同学之前 Jason 要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女朋友嘛。然后去那边他在那边先读语文学校，1年后，然后他们就同班同学，然后有好几个女生，他们就是都是好朋友嘛。结果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认识了一个女生 ，Marco， 对，3兰，然后蛮乖的，所以就视讯偶尔有看到啦。不过我儿子其实Jason他对感情他很投入。如果交到女朋友，他会很投入。他就是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的。我觉得主要是他蛮顾家的，然后对小孩子也很细心。宋爸爸。我蛮欣赏他的，就觉得至少以后结婚我不用担心太多什么。我是觉得真的蛮 lucky 的啦，这部分我是觉得蛮幸运的，而且真的是捡到宝。她就是独生女，虽然说她是她爸爸跟她妈妈的独生女，她爸爸的前妻跟她妈妈的前夫那边加起来大概有6位，但她是第6位，就是唯一她跟她爸爸目前的独生女这样子，所以她其实从小到大都是非常独立自主的。我姐姐们跟哥哥们都比我大蛮多，所以我们比较没有一个一起长大的那个状态，然后跟父母的关系也不一定是特别的接近，所以一定要每一个周末都一起的，所以不会怕离开这个环境，这个也是一个对决定要住在1万公里的距离会面对的问题，这个好像很难避免。法国人的相处环境，据我所了解的是，他们的蛮独立的。就是他们很注重家庭，但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到这么的需要黏在一起，所以说像他兄弟姐妹都住得很远，大概好几年才看一次哦。我来台湾一开始大家都会问我们，你们对台湾最欣赏的点是什么？我会回答就是效率。他比较喜欢逛大卖场。那个一般的菜市场就比较少去啊，因为主要是大卖场的东西，它的那个品项都写得很清楚嘛。那有时候去台湾的那个菜市场，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要一个帮我弄半只鸡，然后就傻掉了，说知道怎么点啊，这样子，你知道吗？就会有一点尴尬这样。但是其实后来他也慢慢习惯的啦，其实他也慢慢习惯，因为我们之前有在万华做过一些计划，所以跟那边的菜市场的那叔叔伯伯阿姨啊，他们都混得很熟。所以慢慢的也是不会有这个太大的问题，就会开始融入了台湾的传统的
容易的适应台湾的生活，也是因为我搬来了之后，跟学生的关系或者跟家庭的关系不会特别有压迫，一个就是文化差异等等，所以比较不会有就是有硬要你啊怎么样，或者我自己硬要他们怎么样，就是比较不会有那些冲突的感觉。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也很忙，常常都忙到。艺术家就是可能灵感一来，有时候他们几乎都2、3点，晚上2、3点都凌晨以后才睡觉，对，然后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比较好工作。他们有什么需要协助的，我就尽量协助，就可能带小孩子啦，或者是就饮食方面啦，爸爸也都会帮忙这样。平常是真的没有那么早起啦，因为今天算是比较特例，要做展览，然后还要做其他的活动，所以说有很多事情要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除非真的很赶，才会去买外面买早餐。早上的话，通常我会起来先做咖啡，然后再来就是Marco他会去准备准备我们大家的早餐。前一天的晚上先准备一下那个面团的部分，因为让它在冰箱一整个晚上或是几个小时会更好，也比较好操控。就在面团里面是没有放糖，所以说看里面放什么就可以蛮自由。比方说这里有加蛋，有加牛奶，然后跟面粉，不是法式的可丽饼。其实你们也很多法式的东西在法国是没看过的，像你们的法式吐司，就是那个厚片的那个吐司，我们这个在法国不会出现。其实吐司这个东西在法国基本上不是一个传统。你去面包店，你去问，哎，我要买吐司，他会跟你说，不好意思，没有买这个东西，这个不是平常面包，这个在超市市场当然买得到，因为美国也是有进来等等，但是不是我们传统面包，就是不会有吐司这个东西。因为吐司是加很多糖，然后加了很多不同的东西，这个跟法国的传统面包是两起嘛。好，咖啡也好了，可以吃了，快！好了，吃早餐了，快！加草莓。如果我在法国，我们基本上口味的部分，我们都会用各样各种的果酱，或者放奶油，跟加一点点的那个糖在上面。我是比较是加糖的那一派，对，我比较是加糖的那一派，因为面团里面是完全没有糖。苹果派，很好。他们喜欢就是这样聊天吃饭。饭后咖啡。甜点，对，害我都变胖了。不陪他们吃又不行，然后我又不太喜欢吃什么咖啡甜点的。因为珊兰有说过，她很不适应说，台湾真的是没有饭后甜点这件事。我想说，饭后甜点，她说就是告诉胃，我们吃饱了，吃好了一个结束这样。我说哦，原来这样，所以我就在台湾，我们准备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准备一个甜点，然后饭后就会咖啡做一个结束，就这样。所以我们习惯上也跟着会调整。在里面。刚才涂的啊，对不对？好吃哦，你看果酱都跑出来了。有吗？露露有了吗？有。有。它很小，很大哦，这个牛。他下班了。吃饱了，你要下去了。爱了，他有一些他很喜欢做的事情，其中一个是搭巴士，所以他常常会跟阿妈搭巴士到机场，然后绕一圈，然后在机场那边看飞机起飞，然后那边有乐购，也有乐购可以玩。你喜欢搭巴士吗？要搭，还要坐巴士。还要坐巴士？你要出去哦？对呀。
好啊，我们今天出去玩啊。哇，今天天气不好，可是就下雨了，怎么办？啊，你要出去看了？还是要出去看了？怎么办？下雨了。哎，有飞机。对啊，可是下雨了。耶，有巴士哎。对啊，什么颜色的 ？Yellow 的。哇，啊，搭巴士哦。你要坐什么颜色的巴士？Blue 巴士哦。还有白色的巴士哦。哎，还有加油站呢，对耶。现在怎么样？是这样，然后慢慢转。这边可以，对，再慢一点。对，这个是我家，有速度其实挺慢的。解析度可以再好一点吗？很多时候是我们有时候要长时间待在一起工作嘛，然后就会变成是很多时候如果想法太一致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太无聊了。但是有时候想法太冲突的时候，又会吵架。但是我觉得这个吵架是一个良性的，就是一个彼此之间寻求一种互相妥协或一种共识，凝聚一种共识的时候。从法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带了大概200公斤的东西的书，然后主要是书，然后带回来台湾，所以其实不少的是法文，在法国买的书，或者在欧洲买的老书等等。然后共同的比较是给我们自理生活的有一些是我们照片洗出来的一些书，所以这个是可能是确诊的时候好像累积了可能3-4年的照片，从小时候到大概2015年吧的照片。对。但是2015年我们有认识，所以总大概那本书一半左右会开始出现。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就给你说不要这些。就我们那时候在玩巧克力的时候，是那个，是后旁边那些不要。然后在学校里面，这个他比较强。你要做吗？年轻不懂事嘛，就是乱拍啊，乱拍啦，好玩，然后就觉得很多是，摆照文化在欧洲跟在台湾还是差很多。这些有蛮有趣的，蛮好玩的。然后这个是我爸爸，这个有我妈妈，然后这个是我爸爸的姐姐，他的妹妹，他的弟弟，然后这个是我的姐姐。然后要不然就会是我们的婚纱照，就会有一种尴尬的点，因为都是要拍一些就是亲密，就是在亲或是在做那种很浪漫的动作，然后可能会有一种不好意思的一个状态。像我们之前去那个阿姆斯特丹，我们就拍了这张。这我们也有去阿姆斯特丹拍这张，这张就很搞笑。然后也蛮有趣的，因为就跟维梅尔那个跟艺术比较有相关，然后我们就特地跑进去，然后拍了这张这样子。这个2年前，对，大概露露刚满1岁。刚满1岁的时候，大概是1年多。山兰它是一个很独立，然后有点优雅，应该讲优雅啦，不是有一点，是蛮优雅的。然后他是喜欢事情是照法国的速度慢慢来。所以Jason也会讲说，快一点啦，动作那么慢。那山兰就会觉得说，你让我想一下，我要怎么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很大。我负责丢问题，然后 Margo 比较是要解决问题的人，对，大部分会是这个模式啦。对我妈是蛮随和的，人蛮好的啦，就是她开放性也蛮够的，所以说她不会，就是婆媳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尤其是她比较不像传统的那个爸妈啦，对。我自己有个女儿在加拿大，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一个女儿在那边让人家照顾，我也希望说。看 Margo 为了Jason，然后离开家里那么远，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多体谅他一点。我就已经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了，因为我女儿嫁到外国去，我就把她当自己女儿。我觉得，我们希望她在台湾可以很快乐。他们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跟我讲。要玩什么？玩这个、哦，还是玩这个？好啊，那我们先把这个收起来，好不好？OK， 好 ，push。对。那你会每天打电话去？我们比较不会是每天，就是可能有时候很久，有时候要是2-3个礼拜一次才打电话做出沟通。可能有时候都是会传一些照片，传去然后传回去的这种。Ça va mieux? Non. On n'appuie pas sur les boutons. Non. On aura bien vu son caractère ce soir. Bah oui. Il est encore Ouais. Puis là maintenant il commence à faire les têtes un peu bizarres du. Tu veux pleurer? Ça c'est tout nouveau ça. Tu vas nuit alors Loulou, dis bonne nuit. Tu vas dormir? Tu veux dire bonne nuit? Loulou, dis bonne nuit. Bonne nuit. Non. On va pas fermer. Tu fais un bisou? Tu veux pas faire un bisou? Non, bisous. On peut dire bisou? Tu veux faire ça, Loulou? Regarde. Mouah. Non, tu veux pas faire ça? Regarde. Donne le bisou. Regarde, moi. Là. Ok. Un câlin? Et un câlin, tu veux? Mouah. Ok. Bonne nuit, Bon, allez. Loulou. Bonne nuit, Loulou. Bravo Loulou. Attention Loulou。就是是没来过，这是第一次来。对，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们生活的圈都是在湖口火车站附近，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带家人一起来这边逛逛，然后也蛮新鲜的。因为其实台湾的每个老街的那个氛围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个老街比较是介于传统跟现代之间的状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上面的装饰啊，都是一些比较古朴的，然后比较传统的一些剪黏窗花的东西。对，所以我们第一次来。但是也非常新鲜，也觉得这些东西蛮特别的。对，走走。走吗？什么？就是这边不要电影院。哦。哦，广告。这花对。要不要看电影？看个电影。还接。faut rentrer。哎，vous allez où？哦。对，客家菜，然后还有什么客家小炒、梅干扣肉之类的，然后他把它层次堆叠上去。所以有时候拿来当成主菜或拿来配饭吃都非常的下饭。我最喜欢吃的是姜丝大肠，但是 Margo 比较没那么爱，他比较喜欢吃那个什么排骨，红烧排骨。我对那个比较重口味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要看就是每一道，我就是每一道的去尝试，然后是不是喜欢这个味道。那个菜叫什么菜？梅干菜。在地上，然后那个有点像头发那种，就是它腌菜比较多嘛。没错，Margo就特别喜欢。多重味道。哇，鸡肉来了。土鸡。哦，土鸡。对，土鸡是种下研究的。哦，鸡肉当润、当好食、当香。还个客家小炒，客家小炒是真的客家菜。客家人特别學生，全部係白鱔啊，或者豆腐啊、牛啊，什麼都加。豆腐乾啊、粟米啊，橄米拿來炒。我印象中的客家小炒，但是它又非常的家常，然後讓整個非常平易近人的那種口味。最其實係客家白人啊，一條真冇白人，一啲湯就係所以。客家本身冇包東西，可是當好食。結醬嘅客家人特別少嘅。哦，譬如冇，即客家人就有啲結醬。
配着这个酱。对。哦，OK，配这个。我是很喜欢那个松板猪配这个酱。对，因为它有那个。对，香香的味道，那个果香的味道，就是觉得很好吃，特别蛮特别。随着我们之前的工作是从板桥搬到湖口以后，然后杨梅湖口是我们必经的路，然后也是我们生活的区域了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找到这附近的一些比较有好吃，然后也比较就是大家会比较推荐的客家菜，然后慢慢就开始找到一些很多有趣的佳肴。这些菜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常煮的菜。就几乎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就觉得很怀念呐。因为我妈以前小时候，我小时候他们就是煮这些，很久没吃的，对呀，就很怀念。我妈小时候就自己会做年糕啊，还有那个麻糬呀，那猪油啊没问题啊，那鱼松肉松都自己做啊。我们小时候都吃这些啊，一模一样。你要吃吗？白饭。要白饭。妈妈有白饭。有一点。你要白饭吗？喝一下。你要喝汤吗？这边就是他们的湖口的传统的市场，然后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工作室要吃的，或者是一些带朋友来，我们都会来这边买东西。这边它就是他们客家人当地的传统市场，所以说有一些比较是客家菜的啦，然后也有一些新著名的料理都会在这边出现。我们有时候会出来拍照，也会来画画，来找一些素材，但大部分都是一些草图比较多。就比较不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然后通常会把这些草图带回去，然后做一些素材的一些采集。对，因为我是在市场长大的人，其实我父母是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市场工作，在市场上卖摊，但是的确是可能是我欧西的市场跟台湾的市场其实有蛮大的一些差别，所以也是这个差别是蛮值得去来观察。可以帮我拍一下吗？好啊，可以。啊，欢迎。谢谢。你会讲客家吗？还没有的好。你要学，不是我说你想要来学客家话，还是想要讲什么？你想要学什么？台湾人蛮热情的，对，这是你要，尤其这些老的，你跟着老的乱哈拉的都跟你讲。今天哪个给你当好，你要碰到你刚来说你要做乜噶？你咪做乜噶？好久不见，或者说哦，當橋冇見面。東橋冇見面。冇見面。我看到冇看到。那个都是很多亲戚啊 ，OK， long time no see， 对，到底有没有看到？很久没有看到 ，OK， 哦，你看，你这个是普通见面的 say hello 啊，对，你要说什么？你要说谢谢，对，我会说谢谢，说谢谢，新丰衣，新丰衣，哎，感谢，OK， 真的 ，OK， 哦，这个就是简单的客家话，OK， 很好，拜拜。拜拜。哦，前面那边还不错，你可以拍一下，稍微往前面拍一下。好。好，耶。OK， 谢谢。以前我们观念是说艺术家会饿死，对，真的。我也是不太赞同，但是因为他喜欢的话，就让他就刚开始是画画嘛，他都有一些得奖啦，国小、国中都有得奖。他在艺术的东西我们也不懂了，反正演变到现在。什么现代艺术什么艺术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他喜欢就好了，我们尽量就能够支持就支持啊。其实他们都有在往他们的自己的理想前进，我相信以后他们的愿景应该是很好的。其实艺术在整个不论是哪个国家，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要坚持下去，要持之以恒，一直不断的创作出新的作品。然后对我来讲，台湾是一个更能够亲近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那时候在法国念书，虽然有它的美好的地方，但是对于我来讲，台湾是一个更靠近我、更贴近我内心的所向往的发展的地方。其实除了拍照或者画画那一块，就是在活动市场很喜欢是听人这么去互动。所以有时候喜欢就是有个蛮低调的一个角色在里面，就是偷听。我是蛮喜欢这个照片，因为它有一点就是市场，它开始就是进入每一个角落，便利商店的一个位置，其实的那个骑楼，市场还是会慢慢的进入它。就比较是拍一些就是凭那个画面，会常常看着的，让这边人的角落，对，人的角落再买来付钱。拍那个你，本来像拍有人过去的时候。你可以靠近一点再拍啊。摄影的部分，它又会是一种田野调查的一种基本的元素，所以这两个之间交互的一些参照之下，我们觉得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的截取，跟我们在提供一些创作的一些基本的元素，会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重新看才会知道120层嘛。我们喜欢中间那几个摊，因为他们是比较是临时的一个状态。对，我是很喜欢在台湾生活，但就是在各方面很丰富，对，就是一出去或是去那边都会不同的感觉，跟不同的一个样貌，所以就觉得一直都有新的资讯会进来。我是摩山兰，然后我已经住在台湾7年了。然后这个是切森，我的老公，跟路易，我的儿子。然后在2个月以后，也会有一个小妹妹会跟我们一起享受台湾的生活。我非常热爱台湾，然后它已经算我的家了。来祝福杰森老山兰幸福美满。谢谢你进入到我的生命中，一起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Je t'aime。马公，非常谢谢你为了杰森来到我们台湾，成为我们的媳妇。那很感谢你为我们生了路易这么可爱的宝宝。那也希望你在这边能够在台湾生活的开心愉快。希望你们幸福快乐，爸爸妈妈爱你哟。